回来了，还好吗？没事儿。应该没事了吧？不然也不能让我回来。可被你吓死了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我也吓坏了。他们现在还有很多人都对我指指点点的。我一定要把坏人揪出来，还我清白。清者自清，别担心，早晚会真相大白的。人一旦做错了事，就要有勇气去改正。如果真是你小子，赶紧给我悬崖勒马，去专项组把事情说明白。你还是你父亲的好儿子，我的好侄子。一片白云，又一片白云，无休止的向我扑来，就好像朵朵白玫瑰。爱情是很玄的东西，是光阴写下的诗，是云水深处的无言守候。即使你从未给过我半分爱情，我也愿你一生流浪在你的故事里。你让我给图史拍照片，就有人把厂长调走。山雨，你就是那个特务，对不对？武瑞是被红梅姐枪毙的，我们做的事也是要被枪毙的。什么老师，什么被逼的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你一直在利用我。事已至此，我白慧终将会是你的人。我既然选定了，就不会后悔。你信我吗？我怕，但是有你在，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们争取一个幸福的未来，对吗？主任，我们给卢门发了5封电报，都没有回音，要不要再试试？不要再发了，这只能说明我们的电台已被中共摧毁了。但我们对卢门目前的情况没有一点消息了。没有消息，至少证明我们的人目前还安全，还活着。我搞了一辈子情报工作，一直都是牢牢地把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。这一次，难道我要听天由命了吗？爸，吃饭吧。哦，小慧，昨天晚上怎么又回来那么晚呢？单位有点事儿。哎呀，都结束了，你们这实验也都结束了，
现在一切都应该结束了。嗯，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都结束了。专家也好，公安也好，就都该走了。我们这生活还能不能回到这以前那样呢？我告诉你，人呢，一旦发生了变化，就很难再回去了。爸，你是真希望他们走吗？哼哼，说心里话，爸爸就没希望他们来过。孩子，咱们父女俩这相依为命，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，我到现在呀，最悔恨的，就是早年呢，没有把你带好，让你离开了我4年。哎呀，费了那么多周折，最后终于把你找到了，这算是万幸了。可是从你回来以后啊，爸爸就发现，你的眼神跟别的孩子就不一样了。孩子，我自责呀，我在想，要是你的亲生爸爸还有妈妈都活在世上，就在你的身边，一定啊会把你培养成一个又单纯又善良的好孩子的。爸爸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的亲生父母。爸，你对得起我。我说过，在我心里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。能跟你在一起，是我最幸福的事儿。那你告诉爸爸，有没有不该瞒着爸爸的事儿，去瞒着爸爸？没有。孩子，跟爸爸说说，这本书是怎么回事？五线谱吗？我跟你说过，我想学手风琴的呀。如果爸爸现在告诉你，这是一本坏书，它不适合你，你该怎么做呀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爸。小慧，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沾的，沾上就甩不掉了。爸爸不能看着你走错路，那样的话，我对不起你亲生的父亲。我学音乐怎么就走错路了呢？那你告诉我，这本书是谁给你的？你拿着它要干什么？就是我在图书馆借的呀。喏，你看，这上面还有图章呢。有。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许再碰这本书，马上把它还了。知道了，吃饭吧。百惠，出去啊！哎，
局长，根据我们与厉家的联络获悉，厉秋晨在抵达卢门以后，并没有跟家人联络。他的婚期定在21号，今天已经19号了。就算他速度再快，也不可能在婚礼当天抵达槟城。他连婚礼都忘记了？他家里人说，他跟他未婚妻的感情很好，按说不应该。不过有一个疑点，他家人说他在抵达香港的时候，有一个律师跟着他，说是要回国陪他处理一些法律文件。不过后来，这个律师就不知所踪了。作为一个爱国华侨，他捐赠的可都是真金白银。如果他真要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那他为了这个目的下足了血本。是。如果真是为了破坏我们的水利工程的话，我想那边的那位寇雪松会不惜一切代价的。通知陈东升，立刻派人盯着厉秋晨。是。是吗？好的，谢谢房书记。东方农场的房书记吗？是不是厉秋晨有问题？房书记的任务是张局给安排的。不过我现在还琢磨呢。李大壮他们那边爆破，这边炸，铜矿那边也跟着炸，咱们实验停止了，他们那边也消停了，怎么会这么巧啊？两边同步炸。是啊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厉秋晨也是苗慧兰裁缝店的主顾。丁杰，到。盯紧厉秋晨。是。我也去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刚出院没几天，老实待着。队长，报告。队长，出大事了，陆成死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发现的？陆成今天一直没去上班，韩厂长派人过来查看，才发现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急得韩厂长都犯高血压。行，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发现，都查一下每个细节。队长，永失我爱。哼，你相信陆成会为情自杀吗？你是说白慧？嗯。陆成生前密切接触的人里，白慧绝对算一个。怎么就这么巧，在我们马上要调查他的关键点上，突然自杀？是啊，这件事太巧合了，绝对没有那么简单。长生、童斌，你们去调查一下，昨天晚上都有谁出入这栋楼？好，走。霍师傅，您就住这对面啊？是的。啊，您好好想想，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？也没动静啊。昨天晚上不大9点就睡了，也没听到什么声音。就这么近？哎呀，这不是年龄大了，睡得沉吗？好吧。那您昨天晚上自己在家吗？啊，是。这上面的字迹，的确像是陆秘书自己写的。队长，陆成家干净整洁，你看这衣服，摆放的也是整整齐齐。以我平时对他的了解，他是一个极其注重仪容仪表的人。自杀之前，他怎么会穿成这样？这的确是个问题。陆秘书比较注重个人的形象，就算自杀，也应该穿得正式一点才对。嗯，具体什么时间？队长，你看这个。高跟鞋的脚印。去，把这个鞋印踏下来。这栋楼所有的女性鞋都跟它做一下对比。是。哪个女人会来陆秘书家？昨晚我下班都9点半了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到家时间？不到10点。怎么了，红梅姐？白慧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和陆成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跟陆成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我跟他毫无关系。
有护士说，他昨天来了厂医院，你们有过争吵？对，我想有人看见了。为什么？你们应该都知道，陆成经常来厂医院纠缠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一直敷衍他说等水滴工程成功之后再说。昨天他来问我的态度，我想，就像红梅姐你跟我说的，当断则断。我不想再这么拖下去了，我坚决地拒绝了他。他一时受不了，就吼了我几句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走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问我？陆成自杀了。什么？你们说是不是他呀？听说了吗？就是他，知道。他现在还在医疗站是。哎，回来了。啊。你看到他表情没有？是混录播的。是啊，我估计就是他，8成有关系。说那么大的事，请进。哦，白慧啊，什么事儿？方主任，能跟你谈谈吗？谈谈。关于什么？陆成。陆成不是自杀，而是被注射了致命药物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昨天你看到我们吵架，我还在想，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？于是我就来找你。不巧，看到了你包里的巴比妥酸盐。葛云姐，葛主任，是你杀了陆成。这种话不好乱说的，我承认。哼，好啊，那我们来说说另外的事。体检，我给龚专家他们体检的时候，测的数值跟你写在体检单上的不一样。我一直还在想，怎么就那么巧，我能有机会进入实验舱？原来是你呀！提早做好了一切。体检一共有3位医生，我只是其中的1位。但是每一项数值我都记得。龚专家的身体是不可能进入实验舱的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你故意写错。葛主任，你能在外围指挥一切，却又处在场内知道一切。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，你应该就是薛老。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可以现在就去专项组举报你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承认？好，那我就拒绝执行最后的任务。你自己想清楚，是任务重要，还是举报我重要？
周玉，你太傻了，你都已经到台湾了，你干嘛还冒险回来呀？你知道吗？寇主任说，在重启磐石行动是要启动你血狼，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是要陪着你一起完成任务。磐石行动不能就这么失败了。如果我不能完成任务，我没有办法活着回台湾。慧兰是我20多年的仆人，他你也要杀？我没办法，他抱了我，他知道你的一切，我必须要保护你。你保护不了我，他们已经成功了，我们没有机会了。任海，我劝你离开这里吧，不想让你也死在这里。鹿死谁手，尚未可知。如果我们不能破坏水滴工程，那我们就要拿到所有的数据资料。难怪寇主任这么欣赏你。你为什么杀陆成？你不想杀他们吗？我没想用这种方式杀他。别告诉我，昨天晚上你没有去陆成家。看到这。昨晚如果不是我特意调整了你的工作时间，你根本瞒不过专项组。我杀陆成，就是为了让你完全没有后顾之忧，可以好好的完成今天的任务。我这是在保护你。现在你可以完成你的任务了吧？动手之前，我有我的条件，说说看。我要带我父亲一起走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有可能就是出卖我们的人？我不是在跟你雪狼商量，是你必须要答应我的条件，否则我拒绝这项任务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老白，这酒窖已经找到了，你怎么还心事重重的？还记得那里边埋的人吗？你说的是那个文质彬彬的，看起来像教书先生的人，他是谁呀？庞公安的父亲。怪不得你一直在找。还行，按时服药。哎啊，哎呀，等吃完了我再给你开点。嗯，好。嗯。当年呢，在这河堤路，庞公安的父亲呢，对我是千叮咛万嘱咐啊，让我帮他办一件事儿，我就没给人家办成。后来呢，他就牺牲在那儿了。我呀。9年呢，我找了他9年。你老白是个重情义的人啊。哦，对了，你让我打听的那个裁缝苗慧兰，她是49年跟着她男人来入门的。哦，没几年她男人就死了。在以前吧，只听说她是在重庆给一户人家当女佣，以后就不知道了。苗慧兰，你看看。咱们这卢门地方不大，这还鱼龙混杂呢。
什么人都有啊，还不是台湾那帮人，做梦都想反攻大陆。你说我一个解放前的老警察都觉得，共产党才真给咱中国希望。有些事儿，过去了也就过去了；有些事儿吧，就得压在心底，好好当一个老百姓吧。哎呀，你说的也对，我这也想把什么事儿都给他忘了，但是这有些事儿，这还是得有个说法的。白慧说的时间跟葛云说的时间完全吻合，没有破绽。是，没有任何破绽。为情自杀，听起来多合理啊！他杀的话，陆程的遗书怎么解释？只有陆程才有机会拿到韩厂长办公室的钛合金，也只有他才能拿到设计总图。白慧虽然拒绝了他，但陆程并不是想不开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陆程咱都查过几次了，这人思想简单，主要活动区域也全在厂里，交往过密的人，连一只手都数得过来。你要说他最在意的，那除了韩厂长，就是白慧。白慧，报告，队长，鞋跟塌下来了，36码，女鞋。白慧的鞋码多大？38码。看来不是白慧啊。哎，陆秘书家邻居有没有符合这个鞋码的？找到了一个，霍师傅的女儿，不过当晚不在家。又是一个死棋。问题到底出在哪儿？五线谱。五线谱，五线谱，你不是调查过了吗？在发现我父亲遗骨的地窖里面，特务留下了一个箱子，里面就有一份五线谱，而且白慧家也有一份。队长，你通知老姜，让他立刻到市图书馆找我，我现在过去。长生统兵，陆秘书家带回来所有的物品，再仔细核对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指纹。啊，笔记再核对一遍。是。白慧，我拿个器具。哎，白慧，你看我这毛手毛脚的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没事，我刚想跟你说，葛主任找你呢。呀，你看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，我要给楚公检查身体。这样，你穿我的，你赶紧去。对不起啊。行。还行哈。那你记得帮我把这收拾一下，我先去了啊。行，哎，白慧，我帮你洗了啊。啊，好。哎，这是你那个乐谱啊？这也看不了了，算了，反正我也学不会。那我给你扔了啊。啊，对了，我想跟你说，帮我把这些药再配一些拿到护士站去。行，你快去吧。哎。找到了，就是这本。48年出版的。对照一下。这么多怎么找？只要是特务喜欢传递一些情报，那么就一定有它的规律。你看啊，这高高低低的小蝌蚪，一定有什么意义。咱们慢慢找。
珊珊，珊珊，还在生气啊？这不都没事儿了吗？没事，你那么对我，什么态度啊你？你别这样嘛，工作它就是工作呀。好了啊，你别生气了。我那么做也是真的希望你没事儿了。那张局长都说你没事儿了，你不找我来，我也想找时间跟你解释一下。咱别这个态度。这什么？把他的口梅姐。乐江，如果五线谱不是五线谱，而是密码本呢？主公啊，对，您的这个血压还是高啊，您的颈椎病还没有好利索呢。我怎么觉得我好的差不多了？主公，听说您要回北京了，是吗？明天上午的火车。这么早？那您还回来吗？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给您按按肩膀了。这水利工程啊，第一阶段已经胜利结束了，但是这只是个开始。白慧姑娘，有时间啊，到北京继续进修，别辜负了你的才华呀。我现在麻烦是缠身，能去哪儿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主公，您还不知道吧？昨晚上陆秘书自杀了。哎呀，陆秘书也是个情种，他喜欢白慧，白慧没有这个意思。陆秘书昨天到我们厂医院来，大喊大闹，结果没成想，他一回家，这就……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啊？哎呦，那个韩厂长一定很难过吧？韩厂长知道以后啊，伤心过度住院了，我们也不敢劝呢。要不您去医院看看韩厂长吧，我估计这会儿他也只能听进您的劝了。是该去看看。啊，等我一下啊。咱们走吧。好。队长，队长，我找到一张白慧的五线谱。长生，你看能不能复原？这哪里找到的？是珊珊，我没跟她打过招呼。要想证明白慧没有问题，首先得证明五线谱没有问题。这难度可不小啊！珊珊挺为难的，她应该觉得特别对不起白慧。所以说，我们只有找到真相，才能不辜负珊珊这份情谊。张生，尽快给她复原。是。哎呀，葛主任，我病历本落在专家办公室了，我先去取一下。楚公，您先去吧。哦，好。好，
处决。山雀密谋，解救小惠楼共党，其属系之人全部控制。关押人员，杀。爸爸在最关键的时候被他们发现了。雪狼，特命，以全新身份潜伏。2311厂，这不就是卢门1厂吗？雪狼就在身边。好，谢谢白大夫。不用客气。怎么的，带着尾巴就来找我来了？我更愿意相信他是在保护回国华侨。白大夫，楚怀秋还没有死，你怎么解释？没有办法下药，所谓的药都要经过人家化验。你的计划也没得逞啊！你的脉象告诉我，过于焦躁。我倒是觉得，你应该给你自己好好买。就没发现药丸少了一粒吗？能接近你药箱的，只有你的宝贝女儿。我看看你说的。下午4点，白慧会去三跳峡。您自己制的毒药，应该有办法解对吧？不用这么盯着我，这是白慧自己的决定。当然了，能不能救你的女儿，也是您的决定。谢了，白大夫。程生，你看看这个稿子，能不能把陆秘书之前写的东西给踏下来？好，我试试看。队长，啊，回来了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？五线谱破译了，是摩斯码。五线谱是摩斯码，那怎么辨认呢？这里面每一种符号都代表着特定的信息。九霄的五线谱说的是我父亲暴露和小惠楼烈士的事，而白慧家的就是这本。可见他的身份一定有问题。刘思毛家里有2张五线谱，这张是白慧的。白慧她有没有问题啊？这2张五线谱就能给我们答案。你要带着这里面的资料一起走。我父亲消息已经给到他了，下午4点，他要不要去三跳峡，那要看他自己的选择。这里面的药是能致人昏迷的，这个你懂的。带着吧。
已被不时之举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陆成就是这个死法，看来这次我们是生离死别了。勇敢的理由，在你的眼眸，相对不用说出口一样的感受。无论去哪，结伴出发，执着一着。